请台湾看世界，来看中国的广州一磅大桥，互货船弄断做2截。当时伫个桥面顶的车辆栽落水。根据当地媒体上新的报道，已经知影有2个人死亡，1个船员受伤，有3个人来失联。惊险的瞬间，船去弄到桥墩了，桥煞断一截。 现在这条桥已经被完全管制住了，然后我们这条桥的附近的这些道路现在也暂时被管制了。今日透早差不多5点半，一台货柜船为佛山南海马西区广州南沙时，伫通过洪水的水道无限日去弄到立心沙大桥的桥墩，造成桥面断去。 大桥是断了，走不过了。今天早上就是被大船撞断了，不通的了。我听说就是有一个公交车，还有一个什么货车掉是吧？那么目前掌握的情况是，这个公交车上现只有这个司机1名，然后暂时掌握是没有其他的这样一些乘客在这个船上。 广州海上搜救中心通报指出，初步调查有影响汽车4台，也有1台电动乌托摆，其中2台是落落水，也有3台是落伫船顶。相关的部门嘛，伫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解救。附近的三明岛送水的路线是为桥顶经过，代志发生后已经断去啊，这嘛是为送水的通路。 目前水公司已经为岛的南边高速公路路桥接水管，要解决村民临时用水的问题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